课文44篇，以赛亚书40章。恁的上帝讲：着安慰我的子民，着温柔对耶路撒冷宣布：因受压迫劳苦的日子已经满，因的罪债已经还清楚，因为着家己的罪已经受到上主加倍的刑罚。有声话讲：着伫旷野准备上主的路，伫风暴收平咱的上帝的大路。逐个山谷拢要吞互甜，大细的山头拢要掘互低，弯弯的要改互直，坎坷的要修互平。上主的荣光一定显现，所有的人拢会看见。上主有安尼亲嘴宣布，有声讲：你着宣布。我讲要宣布甚物？着讲人拢亲像草，因的阳光亲像山野的花，草会焦，花会谢，因为上主的气吹伫顶面。人拢真正亲像草，草会焦，花会谢。毋过咱上帝的话永远袂改变。报好消息互锡安的人啊，着上悬山；报好消息互耶路撒冷的人啊，着大声喊，毋免惊。对犹大的城讲：恁的上帝来啦！看，至悬的上主要带大权能来临，要用权力治理。看，伊抢转来的人要甲伊做伙来。伊拯救的子民行伫伊头前，伊要亲像牧者顾伊的羊群，要用手压我羊仔囝抱伫胸前。伊要带互遐羊仔使恁的羊母稳稳仔行。